睇返政府近期推出一啲提振內需同埋扶持商界嘅一啲主要措施，第一個咧就係貸款利息嘅補貼，另一個咧就係延續過去消費獎賞嘉年華。咁司長都應該知道啦，而家嘅物業拖欠貸款嘅比率咧已經升到係08年以嚟嘅高位。咁一般商戶面臨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消費降級同埋消費流失之後對於資金鏈嘅衝擊，所以咧有困難還唔起錢嘅，佢點去借錢呢？如果有實力，佢又唔會輕易咁樣借錢去投資。所以我都想問下政府，對於改善中小企商戶嘅經營狀況，有乜嘢良方？有咩大嘅對策？雖然咧政府都講話都未見到有倒閉潮，不過面對而家商鋪空置嘅狀況，咁政府點樣去應對呢？特別係到年底，假如衛星場退場嘅話，必然會對周邊嘅商圈造成打擊。咁又想請問政府對此有乜嘢應對嘅方法呢？